位小朋友、各位老朋友啊，我今日来位呢係因為35年前1228有行家呢，我都會寫治國富文或者做讀書文。今日呢係第35年係為嘅1228。嗰個相當我有同路一大批嘅人，第3年大家都同樣愛做嘅，嗰個喺外頭，按個寫差唔多基本樣嘅東西啦，寫個宣言啦，同大家做個參考嚇。後邊我就走入圖吧嚇。我見我按照從下來叫亞太人嘅學法啦。從1988年12月28日萬我們運動實施，客家國家呢都3萬講客話，3萬教客話。不過現狀上咧，大家呢按3萬都同樣，客話還係日見日少人會講。唔是叫叫，還係呢我變到冇人會講嘅規劃。因為呢2023年12月28日，離母語運動足足35年，到底嘅要過定一代人呢？我一代人呢係19世嘅19世啦。我19世要既然能將19世嘅客話教會20世一代人，20世啦，20世一代人。19世嘅人，啷當，聽阿爸阿妹在你，學會一度呢，本天下人想嘅老舊事。等到我哋一教會20世一代人家下，時代呢規矩變態。本來坐到課堂，當門呢就學會嘅學法，一下呢，實愛명路一學，我學教一教。佢發現呢個無章，一個用詞有差，係咪本人批評一太大？結果呢，教學法呢變到當難捱晒嘅事情。入上呢遇到一隻詩，上朝飛拜，也係本就同個阿公我談到呢，清楚不都唔了。我先生呢教詩一道老以前做嘅木字題啦，我想一道用心搶救客話嘅老後生，色彩眼光上大。喺講學客話呢，還有人但自然學習嘅採訪嘅，就唔是搶救嘅嘅教學，咪都有功大無咯。不錯，搶救客話冇吞到破咗上唔快啊！大家愛互相包容、互相尊重，衷心服氣，真有辦法救亞太嘅客家話。尤其對台灣嘅呢個了解，我同政府去爭取學校媒體兩路嘅資源來傳播客話嘅基地。客家呢，這個內部嘅事情呢，都得慢慢的來修正。他一般資源呢，都得行出一條大家都認同嘅做法。不說到學校要爭取學校正確合理嘅行業教學，唔好教學呢像阿下教無聊嘅，搞到呢跳啊跳嘅。你想講斯文就斯文，唔好講變到屁股啊，做下就做下，唔是呢變到廚房。開始就開始，唔好講開始哈。拄好出去就拄好出去，唔好講出去。除了學校嘅教學以外呢，對教育部文化部也同樣按照語言法嘅規定，做唔定年輕名稱也講分別傳播，家呢做得唔公平。像呢以後嘛，河洛話呢按到台語，客家話呢按到台客語，也係民族嘅名稱。其他呢像國母天師，喺個無能力全面用客語播出。也係呢客話呢，弱勢嘅情況，盡度好用無奈何嘅傳播方式，後來呢都改變。還有
客家委员会应当要拿出大部分的经费来奖励推广客家话，不是好像有限的预算来判按照多难一个法通，尤其要按照年一次加强新客家人的认同，不单止客家穷养难救，还将行业的分新口两派。你请问，样板真系新行业，冇啥用岁数来分啊？19岁一推人啊，係舊客家人；24歲一推呢，真係新客家人噶。相對來，實在很強。睇講大家10萬表面係救唔到一推人嘅客家，嘅天窗呢，我們去搞不卡學個頭上來寫喎，都是你哋問，你同人子講下冇？你為呢都有時候我唱人講冇。我呢聽到對我講怪險，你哋冇人講，你講嘅係事業冇，你上得亂嘅幾萬啊？對我講，確係。假使你哋冇做嘅講，愛講嘅客話有爭冇，做嘅我講，結果怪，奇古怪啦，奇古怪。24嘅客話。現在社會改變，現在網絡媒體變到東南搶標。不過大家呢，要順勢抓到，利用社會改變，利用政策的規定，利用學校教育呢來搞客家。目前呢，我比上一代人呢，更加有自己傳承人嘅客家話。最重要嘅呢係要同心合作，順心順意，冇分派分黨，浪散。每年，大家要按個小派起來，參加搶救母語嘅運動，來救亞太嘅客家話。我希望大家嘅聲望呢，就係歷史嘅見證。感謝大家。好，英語送上，剛才你嘅羅告訴大家，向下來救亞太人嘅客家話，好唔好？好。